我哋成日覺得產出係衡量人生有無價值嘅唯一標準，但最近我開始覺得，當你有咁多嘢要擔當嘅時候，最重要嘅一種責任，其實係安靜咁去照料好你自己嘅內心世界。我明嗰種身邊所有嘅人同計劃都依賴住你嘅重量。呢種生活方式雖然好高尚，但同時亦都好唔容易。當你係嗰個確保所有嘢都如常運作嘅人，內心難免會有一種無聲嘅疲累。我最近喺度諗，其實我哋唔使等到自己乾晒糖，先至有資格去停低，俾時間去滋養自己，例如食一餐暖胃嘅飯，瞓一場好覺，或者搵幾分鐘靜下。呢啲絕對唔係逃避責任，而係去支撐住嗰個負責任嘅人。你唔只係一雙做嘢嘅手，你仲係你所建立嘅嗰個世界嘅心臟。試下換個角度諗，其實你係可以同時做到深層次嘅休息同埋極之可靠㗎。休息唔係要你離開自己嘅崗位，而係確保緊企喺嗰個位嘅人係得到足夠嘅照顧。有時你對嗰啲需要你嘅人最慷慨嘅做法，就係確保你自己食得飽、瞓得夠，同埋保持一個好嘅心情。我發現當我哋願意聽下身體嘅需要時，個世界其實係會識得自己調節。為咗關注返自己嘅身心健康，將外界嘅要求暫時放輕少少，係絕對冇問題嘅。真正嘅強大唔係睇你可以拎住幾多嘢，而係睇你有冇智慧，知道幾時應該俾自己休息返下。可能係一個安靜嘅房，一餐好飯，或者只係一場無人打擾嘅長覺。如果你今日喺忙碌嘅責任當中揾到一個微小嘅空間去揾返自己，好歡迎你喺留言區分享返嗰個平衡嘅時刻。